没想到这白冰块儿居然会哄我开心，时机难得，我得出口恶气才行。我会让智阳颁布令谕，从今往后，你们不许再踏入长垣殿半步。堂堂混沌主神，竟为了这些俗物将本尊随意出卖作为礼物，真的是神界的笑话。白绝，你误会他了。上古所行之事，那并非是为了什么宝贝，而是为了答你的题。不是说后会无期吗？还来找我做什么？把神力还我！真神于山川旷古，于日月经久，可封了灵力，不过是凡胎一绝。穿上，当心风寒。你这是在跟我道歉吗？你可原谅本尊？就凭这件破袍子，休想！我的生辰向来都是有规格品级的，前来贺寿之神，不带些天材地宝都进不了宴席。你堂堂白绝真神，送这个礼物也太轻了点吧？够了吗？没想到这白冰块儿居然会哄我开心，时机难得，我得出口恶气才行。我堂堂3界主神，再不济，旁人只敢在背地里嚼舌根。你可倒好，3番2次当众羞辱我。要本尊如何做？我也不是小肚鸡肠之人，这样吧，你自封神力，一炷香。可以。这掌，咱们2清。你自封神力，一炷香。可以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自封了神力。2清了吗？你肯定作弊了。没了神力，你同样凡胎一具，我就不信了。信了吧？神生漫长，天地浩大，等你有朝一日继承了混沌主神，这3界万物于你而言，也许会有新的规则与定义。时辰不早了，小殿下，请早点休息。等等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想学的话，明日辰时，不许迟到。